欢迎您到 AGE Audio Guide Europe， 这是一个献给旅游爱好者的应用哲秀，让你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熟悉多达36个欧洲的城市和城市的旅游景点。为应用程序和应用程序的内容的下载，您只要3到5分钟。这里有6种语言：英语、汉语、俄语、法语、德语和塞尔维亚语。以后该应用程序是完全脱机的工作。在漫游，您不要用互联网。在应用程序中的第一个选项允许您当